主啊，2025年1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圣洁的呼召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利未记21章第10到24节。上主吩咐摩西对亚伦的后代做祭司的宣布：人民的中间若有人死，祭司毋通因为伊拍拉散家己，只有通为着家己的爸母、囝、查某囝、兄弟以及还未出嫁的在媳妇姊妹，才会骨肉至亲，蒙因的身尸来拍拉散家己。祭司若已经结婚，毋通因为某的后头厝有人死来拍拉散家己，互家己无清气。祭司毋通头壳剃光光，毋通收喙手，毋通挂伤家己的身躯，着圣化归上帝，毋通亵渎上帝的名，因为因用火烧食物献互上主因的上帝，所以因着诚做圣。毋通娶做妓女拍拉散家己的妇人人，毋通娶离婚嫁的妇人人，因为这是已经圣化归上帝。人民着看祭司做圣，因为奉献互恁的上帝的食物是因献的。我是甲恁分别做圣的上主，是圣，恁着看祭司做圣。祭司的查某囝若做妓女拍拉散家己，是侮辱伊的老爸，着用火甲伊烧死。伫兄弟的中间做大祭司的，是受抹油设立，穿礼服，担任圣职，毋通甲头毛拍散，嘛毋通拆二衫，毋通挖棍尸体，甚至家己的爸母死，嘛毋通挖棍来拍拉散家己。毋通离开圣所去参加丧礼，才免亵渎上帝的圣所，因为伊的身躯有上帝抹油设立的记号。我是上主。伊着娶在媳妇做某，毋通娶寡妇，也是离婚的妇人人，也是做妓女拍拉散家己的妇人人，只有通娶本族的在媳妇，才免伊的后代伫人民的中间受侮辱，因为我是甲伊分别做圣的上主。上主吩咐摩西，对亚伦讲：你逐世代的子孙，身体有缺陷的，拢毋通进前奉献食物互因的上帝。身体有缺陷，无论是失明、骹歹、烂片、畸形、断骹断手、稳固、矮人、目睭有毛病、生癣、生疮，也是烂骨受伤，即款人拢毋通来到上帝面前献祭。祭司亚伦的后代，身躯有缺陷的，拢毋通用火烧祭物献互上主，因为伊有瑕疵，袂用得奉献食物互因的上帝。献互上帝的食物，无论是至圣的，还是圣的，伊拢通食。因为伊有缺陷，所以毋通来到帐里前，嘛毋通挖棍祭坛，才免亵渎我的圣所。我是甲因分别做圣的上主。摩西就照安尼对亚伦甲伊遐个囝，以及以色列众人宣布。圣洁的呼召。上帝吩咐摩西颁布一道命令，要求祭司远离葬礼，提防家己因为安尼捌到有祸。这是因为死亡是对罪来的，罪的有祸可证呈现伫人对上帝的背逆，互人甲上帝亲属隔绝。罪总是带着死亡的有祸气息。当人活踮罪中，就是死亡。就算活踮世界，却是哪死的人。活踮罪中，
必然带来灵性的死亡，甲上帝隔绝。唯有透过甲神圣的上帝有圣洁的团契关系，才当得到圣洁、洁净、自爱甲生命。换句话讲，这是伫圣洁的这份顶面领受对上帝来的呼召。现今咱是活踮活泼的生命中，还是活踮灵性的死亡中呢？活踮生活中的基督徒，相款具有祭司这份，必须远离上帝所无喜悦的事，力求自洁，有好的模样。拄亲像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所讲，毋过恁呢，恁是受拣选的种族，王家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，要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。这位上帝有领恁出黑暗，来入伫伊灿烂的光明。基督徒踮这世界，爱免受污染，显然迫切需要圣神的保守，才当远离一切污秽淫乱，保持自身的洁净。基督徒爱远离死亡黑暗的劫制，搁积极守护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生命，才当持守条这圣洁的呼召。现今社会黑暗，时常听闻网络霸凌、社群论坛、咒诅谩骂，咱着谨慎提防，避免沾染污秽和黑暗，免得陷入灵性死亡的危机。2008年到2020年之间，南韩发生巨细震惊的N号房事件，这是真严重性剥削的案件。嫌犯伫即时通信软体建立开讲室，诱骗受害女性将偷翕也是胁迫摄影的色情影片上传，用订阅付费方式谋取暴利，真遗憾。伫咱台湾也有类似网络论坛。2023年，艺人黄子佼涉及性侵的社会事件，一路延烧到2024年4月。伊方逼空毋但涉嫌性侵未成年少女得逞，也是色情论坛的高级会员。帖文受报道出来了后，伊也捌开直播，逼了侪位艺人的帖文，试图吸搁较侪人做伙陪葬，人性透露一览无遗。无止境的欲望，甲人卷入黑暗深渊，这才会当不负上帝的圣洁选召。除了这肉体欲望，也有倒一寡生活见证，通显出圣洁的呼召，就是降低购买欲，减少塑胶的行动，亲像去采买生鲜品、无包装的物件，自备购物袋，食外口自备餐具等等，配合国家环保的政策，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用品。几乎每年台湾消磨超过40亿个塑胶饮料杯仔内面，无你我的贡献。以外，圣洁的呼召也提醒咱投入守护生命的行列，见证主的恩典。譬如讲，为了濒临绝种的动物发声，行出违反小海龟的逆袭，所咧呼吁零浪费、减海费、减贪心、济欢喜的见证。默想，伫日常生活中，我有保持圣洁的敏感度，辨出属伫世界的死亡气味，搁避而远之无？伫日常生活中，
我有保持性格的敏感度，闻出属伫世界的死亡气味，搁避而远之无。咱来祈祷，恳求圣神保守我，会当节制欲望，坚守圣洁的生活，搁帮助我减少浪费，积极守护每一个生命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